一講起《尋秦記》，除咗一班20年後已經上晒一線神台嘅演員之外呢，不得不提嘅就係劇入邊啊，其實每一個角色都有一啲專屬音樂嘅。嗱，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紀嘅你，應該知道當年 TVB 咧，其實基本上都係用開罐頭音樂嘅啫，意思即係同一個配樂，可能你會喺幾套劇入邊聽到啊。其實3都係。而當你以為《尋秦記》主題曲《天命最高》先至係回憶指數最高嘅時候，識貨嘅你應該都知道啦，怒哀嘅音樂先至係王者啊！正所謂聽其歌如見其人啊！喺香港戲劇史入邊真係非常之少見嘅。如果我俾3秒你唔准諗，即刻答，有冇邊首歌一播你會即刻諗起某個角色嘅呢？我知，江華咁梗係冇得同周潤發比啦。咁但係佢呢首歌真係成套劇嘅signature之一嚟噶嘛。而我一直都唔知道，原來《尋秦記》嘅配樂咧係用緊外國貨嘅罐頭音樂嘅。喺呢度就係 Holy War。哇！一聽幾有親切感啊！嗱，罐唔罐口唔重要啊，最緊要就係幕後真係好有心機去揾一啲啱個角色嘅歌嘛。成套電視劇嘅配樂呢，其實好容易就可以上網揾到噶啦。咁我就唔逐首講，反而我就想用另一個角度去講解下，點解有陣時啲音樂可以咁有代表性嘅呢？唔知你哋有冇去過東京嘅哈利波特影城啊？咁入邊有一個 section 呢，其實係講個電影配樂啦，同埋啲配音係點樣做出嚟嘅。我上網睇咗好多人嘅 vlog 啦，基本上個個都係 miss 咗呢個 section 嘅。我之前自己真人去過啊，我冇諗過今日可以有機會同你哋再分享我嗰次學咗啲咩嘢。Out of Sound 區域介紹聲效、音樂等等嘅元素，亦都好值得深入了解。不過我哋已經時間冇多，唯有快快經過啦。睇到呢一度，唔該你即刻幫我 like 一 like 先，同埋留一留個言啦，哈哈嘻嘻都冇所謂嘅。因為上次你幫我 like 咗之後呢，成個觸及率真係起碼變翻大少少啊，所以感激。喺呢一個 section 入邊呢，個電影配樂人就講佢話將成個電影嘅音樂分開咗2大類嘅。第一類就係旋律性嘅樂曲，目的就係統一成套戲嘅風格，同埋等你有一個記憶點啊，就好似以下呢幾個例子咁。嗱，要理解呢一個旋律性嘅樂曲，你可以當佢就係呢套戲嘅卡片，一俾你睇嘅時候，你就知道，原來呢套戲嚟嘅噃。第二樣呢，就係氣氛性音樂啦，通常都係為咗帶動某一個場口嘅氣氛啦，或者係增強某一個角色嘅風格嘅。旋律性嘅音樂，我諗你會易明啲啊，咁但係不如我試下做一個係氣氛性嘅音樂咯，譬如咁樣。又或者係咁呢啲有啲似打仗啊，或者係好凝重，都係傾向要打仗啊、作戰狀態嘅一啲音樂嚟嘅。仲有例牌呢一個啦。你會發現呢一啲咧都係傾向冇乜旋律性嘅嘢嚟嘅，佢係氣氛感會比較重啲。嗱，以上嘅嘢並唔係我自己亂作㗎，真係喺19世紀嘅時候咧，有一個音樂家佢叫做華格納啊，佢就發明咗一個叫做主導動機喺佢嘅歌劇入邊。
簡單嚟講呢，就係幫一個角色啦、一件物件啦、一件事去寫一個好短嘅旋律。而呢一種革命手法呢，喺後來嘅星球大戰啊、哈利波特啦都經常會見到嘅。而路外嘅音樂呢，絕對就係呢個主導動機嘅良好例子。好，最後我想留翻一個反思題俾大家諗下，究竟有雞先定係有蛋先呢？點解你一聽到某類型嘅音樂就會自然聯想起某類型嘅劇情呢？究竟係呢啲音樂本身帶有靈魂啊，定還是係呢幾十年我哋約定俗成，令到我哋全部人都潛移默化一聽到就諗起佢呢？留言話俾我聽，仲有咩音樂你未見其人已經先聞其聲啊？我下集真係想講絕對音感啊，希望我真係講到唔好有插播啦。